台南金华府有将近200栋的历史，不管是开基新上，也是庙内的工艺品，拢相当的多，需要一件一件清点。所以，伫今年参加文化局推动的宫庙博物馆计划，希望深化庙宇的工艺保存甲推广。为什么会匠师会画这个图？啊，这个麒麟为什么头向内回首麒麟？我们没注意到的事情啊，有些那个上那么土松鹤延年呐，什么这个鹿求长寿这个东西我们都没注意到。该计划让这些宫庙明白自身工艺作品的重要性。伫美家中职堂内有出自陈金英师之手的纸糊马术牙工康王马，以及手提剑灵的出神王爷等等。整理出来了后，也可以当更清楚的传达给后一代，让我们的后一辈或是后一代能很快速的知道我们庙的严格，或是说神尊的一些历史。但因为这个计划出来，让我们可以有申请，就是说或许可以扩及到整个市区，或是所有台湾人都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个文物。文化局文资处都会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各个宫庙，让我们每个宫庙不只是一个信仰中心，更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博物馆。我们会视每一个宫庙不同的议题、不同的需求。那比如说导入专业老师的一个辅导的机制，比如说可能导入语音的导览。目前全台南市有7间庙宇通过认证，去年有13间通过初选，今年有12间。每一档透过精简培训课程，进一步提升庙宇工艺精华，增添更较侪软体设施，散发文化艺术光彩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